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4年6月初4。今日的经文是诗篇99篇，撒母耳上卷第2章18节到21节，使徒行传15章第1节到第5节，22节到35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蒙福的人。什么人会当得到福气？每一个人角度拢无同款。阮犹太主义的人认为上帝无公平。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希特勒认为犹太人无应该得到祝福，所以因讲因杀耶稣啦吼。其实背后真正的意义是白人主义的政治因素。犹太人认为只有选民因家己才会当得到福气。有人认为讲得到福气就是财产增加。传统上人拢真牛戆咧想，得到福气就是有某、有囝、有金、有钱财啦吼，有厝、有车。到底什么是得到福气？什么人会当领受祝福？咱昨讲到以利的2个囝，因伫蒙福的职务顶悬为非作歹，得罪上帝，这毋是蒙福。汉娜捌认为讲一个查某人着爱有囝，才是蒙福，因此伊就向上帝来祈求。但是伊真正的蒙福是因为伊将真无容易得到的囝献予上帝。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18节到21节，安尼记载蒙福的汉娜。迄时撒母耳邀细汉穿幼地布的以弗得祭司的衣服，替服侍上主。伊的老母当年甲伊做一领幼领外袍，以及伊的丈夫来献年节时带来予伊。伊利甲伊利加纳甲伊的某的祝福，讲愿上帝对这个妇人人，佮赐你囝儿来保你献予上主这个囡仔，因就转去因兜，上主赐福汉娜，予伊佮生3个后生，2个查某囝。囡仔撒母耳继续服侍上主，日日大汉。对伫什么人才会当蒙福得救？犹太人是相当坚持，因为因认为外邦人袂使，嘛因为安尼捌影响到初代教会的想法。因此呢，初代教会捌召开迄个叫做耶路撒冷会议，又伫教会历史被定为做第一届的大公会议的这个宣教会议。这中间上大的议题就是因为保罗甲巴拿巴带转来第一届宣教旅程了后的成果分享。这个其中大多数是外邦人领受洗礼信耶稣基督。使徒行传15章第1节到第5节，22节到35节，记载着这届会议的结果，而且事后使徒写背予这个外邦的基督徒，看到基督信仰宣教开阔的这个道路。耶路撒冷会议有几啊人对犹太落来到伫安提阿伫教示信徒讲：恁若要照摩西规定受甲礼，你就袂当得救。保罗甲巴拿巴甲因有真激烈的争辩，为着这个问题，大家决定派保罗、巴拿巴以及因中间几啊人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甲长老，甲因参详教会的人送因出发。因经过腓尼基甲撒玛利亚，对众信徒报告外邦人归主的事，大家听了真欢喜。
因就到耶路撒冷的时，受到教会使徒甲长老的欢迎。因将上帝甲因同在所做一切的事来甲大家报告。不过有几个属于法利赛派的信徒徛起来讲，外邦人一定要受到割礼，佮着命令因遵守摩西的律法。22节，彼得、使徒甲长老以及全教会决定要对因中间经人找因甲保罗、巴拿巴做伙去安提阿。因所选派就是巴撒巴的犹大甲西拉，这两个人伫兄弟的中间是领导人物。使徒交代因带去下批安尼写，原这会做使徒甲长老的兄弟，甲带伫安提阿、叙利亚甲基利家的外邦人信徒请安。听讲有阮遮出去的人去恁遐因用阮无指示因的话讲恁是搅扰，互恁的心受到搅扰。为着安尼，阮同心合意，决定来敬人，找因甲阮所敬听的保罗甲巴拿巴去恁遐。这两个人为着咱的主耶稣基督甘心献性命，所以阮差派犹大甲西拉去。因会亲嘴甲恁讲这个批内所写同款的代志，因为圣神甲阮决定下面这个重要的事项以外，无搁加添恁的负担，就是毋通食拜拜的物，毋通食火甲促死的精神，嘛毋通奸淫这个代志，若无犯着就好，愿恁平安。因受派落去安提阿，伫遐调集全信徒，将批交互因，众人读到这张批，因为鼓励的话满心欢喜。犹大甲西拉因本身嘛是先知，也有对信徒讲真侪鼓励的话，坚固因的信心。因伫遐待一段时间了后，受到信徒的欢送，并按倒转去找因来的人的所在。保罗甲巴拿巴继续住伫安提阿，因甲其他真侪人做伙教示，佮宣讲主的信息。诗篇99篇，上主做王，万民摇摇喘。伊坐伫天西基路伯宝座顶，大地摇动。上主伫锡安最大。伊受万民尊崇，愿因称赞伊伟大通行位的名。伊是至圣有大权能的王人，伊意爱正直，以建立公平，伫以色列施行正直的公义，着尊崇上主咱的上帝。伫伊脚踮下头前跪拜，伊是至圣。伫伊的祭司有摩西甲亚伦，伫阮求叫伊的名的人中间有撒母耳，因求叫上主，伊有答应。伊伫云中有对因讲话，因遵守伊颁布的诫命甲规例。上主，阮的上帝啊，你有应答阮，虽然有照因所做的甲因报应。要故你是赦免因的上帝，着尊重上主咱的上帝，伫伊的圣山跪拜上主咱的上帝至圣。感谢上帝圣赐救恩甲蒙福的恩典互阮，求主帮助阮明白蒙福，毋是选民以及信基督、信的基督徒的专利，互阮会通谦卑热心传福音。将上帝的救恩福音甲人分享，感谢基督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